台南市三班的协会为了推广南区的生态观光，为去年9月试办参像是泰国水上市集后得到好评，并积极规划打造属于台湾的水上观光市集。整体服务将在今年1月11日上午10点正式上线营运。咱咧完成这一大的过程当中哦，咱进行立委吼，跟做到三工的，包括这个码头啊，啥有诶无诶吼。所以讲呢，这对地方哦是真正有咧跟认真咧跟奉献吼。啊，主要过来，甲咱各有在座吼，有咱遮足侪咱遮议员吼，咱遮好朋友，尤其呢，咱的港务公司吼，咱的副总的吼，张副总嘛爱甲你非常的感谢，这若无伊来促成哦，咱嘛无法度通用吼。在1日开幕仪式，民政局副局长吴明熙、南区区长肖秀华、立委林俊宪、议员蔡小薇、李启维、蔡淑慧以及诚侪地方人士也拢共同出席，欢喜见证这项南区的大好消息。你就看到细昆星哦，而且台南是一个秘境呐，啊，这原始风貌保留了讲好，三昆星、四昆星，啊，咱尤其这个红树林的生态哦，生态林哦，它其实啊，也是讲原始风貌保存了真好势，啊，咱即摆会当希望当有较侪人啊一起来体验哦，这是这个最边啊红树林，这是台湾的特有，台湾西南海岸哦非常特殊的一种生态，这不是很普遍的呢。这大部分国家拢无的，这是台南哦，真特殊的一个特有生态哦，所以这是咱昆新的宝啦。在地方的努力之下，红树林观光船的体验游程营运而生，透过观光船深度探索四昆星红树林生态，甲当地无人岛的秘境，在专业导览员的介绍之下，让游客有机会当近距离观察这片生态奇观，嘛会当了解红树林生态功能甲保护的重要性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。